就在这手天微风了呢，哦，到微风，我家对蹲着莫波打，就多高，我说对那么高，莫高的哦。我估摸着绕头这么高，肯定绕不到多高嘛，全大的，这电话只要多高，可是我从山站就像熬点的时候呢，只要了起来，工作真呀的，我要点嘛，点到哈，那都多了喽，得跑多接。擦到哥哈嘛，开到，没都有山上，真的就捉跑进来自己血蛋的这。经过怎么早都白的呢？都在多花了点了，这山丘哦能够点来，就都对了嘛，你风都到了，这样子的没打跑的没顾上，这给打跑到了这手机，这手机整个就转的早都到家，手机中那个哈，哎呦，都得都裂弄到。哦，多了点哪来的啊？没多了点，有这么个给老帮着蹦了这哦，多了公嘛，老子有么被捉给我。